人讲天顶上水是天星，人间上水是友谊。用天文学做学校特色课程的嘉义市南潭国小，伫咧1998年成立天上天，以及着千里镜设备。学校嘛拍拼推广天文教育，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伫咧学习天文知识过程，顺续了解台语的使用。学校即马也邀请台语老师替学生规划用台语文的天文课程。金乌落来了后，伊要搁提示，哎呦，伊会记只讲伊是早12钱出来啊，啊那无。台语老师伫台顶讲后个写一个故事，说明日头为虾米伫故事内底合作金乌了后，刷来嘛准备要小解今仔日上课的主角太阳。那个太阳一次只能出去一个，可是他们很想出去玩，然后就全部一起出去了。后来是后羿射掉9颗太阳。有看到物件无？即届有看到无？有。哦，你目睭较好，你目睭较好。除了伫室内上课，嘛有互囡仔伫室外实际观察的课程。家己市的南潭国小以天文科学来做学校的特色教育，毋但逐礼拜拢有安排天文科学课程，阁有专业的天文设备，互囡仔会当有完整的体验教育。嘉义市对天文教育这方面，拢以咱南潭国小为主，来遮天文台来做一寡课程的开发，以及着观察天上的变化所以无共款的课程，互囡仔有无共款的学习甲研究。天文台就是咱一个使用的真好的工具安尼啦。有谁知道太阳黑子的台语怎么说？为要互囡仔会当伫科学的课程当中会晓使用台语。南潭国小结合台语文甲天文科学，规划台语文的天文学课程。老师透过故事、熟个等等方式，互囡仔会当运用伫生活当中。因为我感觉讲，咱当然这个天文是阮南潭国小的特色嘛，天文爱教着。毋过咱若讲一寡俗言语的话，咱会使甲咱生活当中的一寡话嘛带入来，或者囡仔会使学搁较侪母语。你准备的是啥物？当官四号线，这啥物意思？你敢知？就是寒天愈冷，愈袂落雨。愈袂落。这是你家己去找，还是厝内人甲你讲的？厝内的人甲我讲。厝内人甲你讲的。学校指出，科学教育甲传统母语的结合，除了是互囡仔会当学台语。搁较侪部分，嘛是希望透过台语的传播，互天文科学知识会当增加囡仔甲时代的交流。透过台语文的即个美丽的讲法，会当互咱的社会大众毋但是咱的囡仔，拢会当熟悉到天文的美丽来介意到天文即个知识。老师表示，天文科学课程主要拢是西方的科学知识，内底有真侪专有的名词，字典无一定找得到。不过学校强调。就是因为这款情形，才愈要来推广台语学天文，互相关台语文的使用会当愈来愈齐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